大灣區不僅係經濟樞紐，更係多元生活嘅交匯點。無論你係創業者、職場新人，定係家庭定居者，呢度總有一處空間能夠承載你嘅夢想。今集就為你解釋大灣區租房整個流程，幫助你順利完成租房嘅過程。一、確定需求與預算。一、明確租房需求。地點：廣東大灣區涵蓋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東莞、中山、惠州、江門、肇慶。根據工作或者生活需求，選擇城市同埋區域。想了解邊座城市最適合你，可查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睇啲我哋相關嘅視頻。戶型與面積：單身公寓、一室一廳、合租等。配套要求係咪需地鐵、學校、商場、停車場等？租期短期1到6個月，或長期1年以上。二、設定預算，租金一般佔月收入嘅30%以下較合理。大灣區租金差異大，深圳較高，單間大概2000到5000蚊每月。廣州、珠海次之1500到3500蚊每月，其他城市相對較低。額外費用押金通常為2個月租金、中介費0.5到1個月租金、水電雜費等。二、尋找房源渠道。一、線上平台，貝殼找房，連家真實房源較多，中介服務規範。58同城、安居客，房源多但需篩選虛假信息。豆瓣租房小組，閒魚，個人轉租或者直租，可能冇中介費。Facebook 群組、微信租房群，適合揾合租或者轉租房源。二、線下渠道，中介門店、連家、中原地產等，適合對當地唔熟悉者。小區報告欄，老小區常有業主直租廣告，朋友同事推薦，靠譜且可能免中介費。三、睇房與核查要點。一、實地睇房，房屋狀況，檢查裝修、通風、採光、隔音、家具家電係咪完好，安全隱患、門窗牢固性、電路安全、燃氣洩漏風險、周邊環境、交通便利性、噪音、治安、生活配套。二、核實文件，房產證或者購房合同確認房東所有權，身份證核對房東身份，避免二房東詐騙。若為二房東，需查看原租賃合同同埋轉租同意書。四、簽約與付款。一、租賃合同，明確條款、租期、租金、押金、付款方式、維修責任、違約條款同賠償，如提前解約退租。特別條款係咪允許轉租、續租條件、租金調整機制。二、費用支付，押金通常為2個月租金，退租嘅時候返還。中介費若果通過中介，一般為0.5到1個月租金，可協商。首期租金按月或季支付，避免一次性支付長期租金。三、記錄備案，身份證、港澳通行證加複印件、押金收據、註明退還條件、拍照，留存房屋現狀同設施，避免退租糾紛。大灣區部分城市如深圳，可通過粵省市備案租賃合同。五、入住與後續事項。一、物業交接，與房東共同檢查水電表讀數，確認費用結清，接收鎖匙、門禁卡等，確認物業聯繫方式。二、辦理居住登記。根據廣東省租賃房屋治安管理規定，租客須喺入住後24小時內向派出所申報居住登記，可通過粵居碼微信小程序辦理。三、維護權益，保留合同、收據等證據，遇到糾紛可撥打12345政府熱線或者聯繫當地住建部門。六、避坑指南，大灣區租房常見陷阱。一、警惕詐騙，莫提前支付定金或者租金俾未核實身份嘅房東。二、虛假房源，低價房源可能係虛假廣告，務必實地睇房，睇房前要求視頻確認，警惕低於市價30%嘅房源。三、二房東風險，務必查驗房產證與身份證，要求直接同業主簽約。四、隱形收費，明確物業費、網絡費、維修責任，寫入合同附件。七、
實用工具與資源。租金參考平台數據或者當地住建部門發布嘅租金指導價。交通查詢，高德地圖、百度地圖查看通勤時間。法律援助，廣東省法律服務網12348.gov.cn。喺大灣區租房，不僅係揾一處容身之所，更係選擇一種生活方式。呢度嘅每一次搬遷都可能連接新嘅機遇。保持靈活，做好規劃，你終會喺呢片熱土揾到屬於自己嘅家。